喺全球資產配置嘅版圖入面，英國房地產市場一直以其獨特魅力吸引投資者。作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，英國唔單止擁有成熟穩定嘅法律體系，仲具備抗通脹高回報嘅明顯優勢。今日我哋一齊來深入分析下英國樓嘅投資價值，把握最好嘅入市時機。英國房產係穩陣升值嘅硬核資產，在英國樓最吸引人嘅特點，在於其歷久彌堅嘅保值能力。翻查過去半個世紀，就算經歷多次經濟週期波動，英國樓年均增長率仍然保持喺7%左右，展現出驚人嘅抗跌能力。以2023年為例，全英樓價逆市上升5%，北部城市好似利物浦、曼徹斯特更加錄得8%到10%嘅兩眼升幅。呢種穩健表現源於多重因素。首先，英國土地資源有限，特別係倫敦等核心區域，嚴格嘅規劃政策導致長期供不應求。其次，完善嘅產權保護制度、永久業權、賦予資產傳承嘅確定性。其次係令人心動嘅現金流回報。相比其他發達國家，英國樓嘅租金回報率相當有競爭力。目前全英平均租金收益率維持喺4%到7%區間，而北部新興城市好似利物浦，優質物業租金收益更加可以達到7%以上。呢種以租養貸嘅模式，令投資者既可以享受資產升值，又能夠獲得穩定現金流，真正實現瞓住都有錢收，同時都係低門檻高嘅入市機會。目前嘅市場環境為投資者創造咗難得嘅黃金窗口。一方面，英鎊匯率處於歷史低位，對港幣約1:10，相當於資產打折。另一方面，英國央行逐步減息，快速按揭利率回落至4.5%到5.5%，海外買家最高可以獲得75%貸款。更加令人振奮嘅係英國政府為刺激經濟，喺北部城市推出多項優惠政策。以利物浦為例，總價12萬英鎊就可以買到永久業權物業，首期只需要3到4萬英鎊，且每月僅償還貸款利息，每月供款完全可以用租金覆蓋，真正實現零壓力投資。而家來睇下未來5年嘅財富豐厚，未來3大趨勢值得重點關注。首先係綠色革命，2025年起 EPC 評級 C 級將會成為出租房強制標準，節能改造享有最高5000英鎊補貼。其次係租賃革命 ，Build to Rent 模式爆發，專業機構大量收購優質租賃房源。最後係數字遊民經濟，利物浦等城市放寬短租限制，旅遊區年回報可以去到12%。值得一提嘅係，英國樓嘅平均成交週期只需要2到3個月，流動性遠高於多數市場。配合專業管理公司，年費約8%到12%租金，即使身處海外都可以輕鬆打理。最後係未來嘅行動建議，而家正係佈局英國樓嘅理想時機，可以優先考慮租金覆蓋貸款嘅物業。其次係利用匯率窗口完成換匯。英國樓唔單止係抵禦通脹嘅避風港，更加係實現財富傳承嘅重要工具。無論係為咗子女教育、養老規劃，定係資產全球化配置，而家行動都會為未來贏得先機。